多早吼。哦，来，咱呢是大人吼，90外岁啊，80外岁啊，心心生意读经，成家智慧，哦。好，来各位前贤，大家好哦。咱呢是大人，90外岁啊，80外岁啊，心心生意要读经哦。好，来各位前贤，大家好哦。咱呢是大人，90外岁啊，80外岁啊，心心生意要读经哦。没有，你看观看记录才能够快速找到了。90外岁啊，80外岁啊，没有字幕要读经哦。哦，咱找准备一下，要读经哦，先带来手相去好。有操作呢，是不是没有储存？那可能有操作以后没有储存了。操作字幕以后没有储存了。可能是这个哦。哦，你看你有 CC， 这部影片才对。